缅甸在一家美国客栈，门客栈方面话，行渔民呢，到咱们客栈方面话，领导学店发财咯。发财咯，钱大退本晒面饼炒面锅，应该一早到最后，领导学店发财咯，钱大。来写成袋子，来腿滚，晒面饼，炒面锅，领导学店反贼咯，钱30个钱，退给晒面饼，炒面锅就是就是长老面锅长老，领导学店发财咯，钱带退本晒面饼炒面锅，他把30个钱退给晒面饼。油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油面努力向上，时不待我祝愿油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牛牛报海，海来报面平安。